为分析蚵仔大出的季节，环保团体批评讲，用来净这个蚵仔鸡玻璃拢无确实来回收，飘到海波，形成严重的污染。因为玻璃拢无法度分解，将做微粒了后，真会使这个重金属，最后鱼虾食落肚，进入食物链，造成的伤害也是咱人类家己爱来承受。 香港讲的蚵仔煎蚵仔酥真好食，被法国媒体形容是咸咸的尖。蚵仔是台湾小吃的灵魂，不过你敢知影美食的背后有真悬的代价？为空中来看，台南的海岸线四界拢是大大细细玻璃拢，派去蚵仔边贴伫岸边有几啊公里，这粪扫到底是对倒位来的？ 原队环保团体深入调查，沿着安平上港南堤小路行，红烟蔓草后，其实是别有洞天。这稳重的是台南垃圾的一面。国际上面它有讲到一件事情，说这个东西不单只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很多屑屑跑出来，还有一个是生物会去钻，像这种生物钻的。 那生物在钻的过程中，它无形中也会产生很多的屑屑。已经一坑一坑玻璃拢轻轻啊回一个就出去啊，被形容是六位细，有甲真恶病，这是阳光海岸，袂输是废弃场。世界上称这个叫泡沫塑胶，看整个跟沙混在一起的，有没有能力处理？讲句坦白的，没有能力处理。 国外研究玻璃拢袂输是小小的海绵，会使海底的污染物加重金属，当伊分解更较易为时，真后互海洋生物食到，透过食物链循环回到人类身上，对身体影响难以预料。蚵仔边一个接一个，将这个落日门溪剪掉的画面真壮观。台南蚵仔笼利用玻璃拢的铺冷制载这个蚵仔边，一个一面至少爱住12至24个，每一年台南市大概用掉15至20万个，占台湾总量的一半。产量占全台3成，不过收成过后留落来却是一场海洋灾难。政府自己公告的资料我们目前海上浮棚养殖的科农大概有200多人，然后产值4到5亿。 这么多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你有这么大的一个产业，有周期性，然后收入也蛮不错的，那为什么你的废弃物是全民买单？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。蚵仔笼早晚去看因收玻璃拢的所在，有几百地贴结节，就惊讲河风吹去，拢用网啊绑起来。蚵仔笼嘛强调讲，因一直咧找代替玻璃拢的物件，无想要互叫做环保杀手。 阮迄物件毋是讲阮雕工啊用较角啊是用啥，有当时啊我迄讲迄落风影啦，也是有啥物自然气流啦，也是风台啦，伊有法度甲阮的物件泡歹。多年来，伊实验至少10种的材质，拢无一项会使代替玻璃拢，伫环保甲生活之间一直扭来扭去。我感觉是讲真无好，毋对，因为毕竟阮咧做头路，但是重点物件去甲恁污染掉，当然啦，阮家己嘛是迄落过意不去，但是迄毋是阮愿意的。因为伫测试阶段的环保铺具，一地爱600-700块是玻璃拢的3倍。蚵仔笼感叹讲有心改善，却是研究的技术对袂着，只能先用乌色的网啊将这玻璃拢包起来，防止这沙仔流入海中。一定要办法或者是用环保护具，如果所谓违反规定的话，一个棚子、一个科棚要花1万块钱。政府用动法，希望讲会使改善玻璃拢污染的情形，要过就惊讲只是治标无治本，若无积极找到会使代替环保用具，施教只会增加蚵仔笼的负担，海岸线嘛永远无清气的一天。